为了避免高雄城中城大火悲剧，议员李文俊上午伫总结村再次检讨消防公安的相关议题，除了要求台南的老旧大楼一定要委请专业团队协助进行定期检查演练，也要求编列足额经费，加强主体警报器的设立，全民众体检。对此，上局强调，台南类似50栋的大楼已经再次完成清查，特别是拆除阻碍逃生救灾部分。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咱这个消防局哦，恁嘛是爱，我讲啊，你先坐咧啦。哦，咱嘛是已经今仔日甲发生啊，我应该爱讲，这你今仔日发生，连马仔来发生，到尾嘛是拢会发生。哦，这点呢，我是讲你原来落甲。你兼你的这个团队呢，原来落甲总检讨一下，我提出较具体的这个办法，看会当来将这个火灾的问题吼，咱这个老旧的大楼啦吼，这个你拢一定爱落啊，小可甲检讨一下。连还有咧检查，市长嘛要求真频繁，常常拢拄着火烧就咧甲咱提醒。那么咱的规个台南市有50栋。类似的大楼啦，发生了，咱搁做一届清查。本来是1个月要甲清查了，但是到顶礼拜五拢完全清查了。这内底呢，像高雄市遐严重的防火门被拆除吼，那咱有2间，所以这2间呢，我已经会互工务局吼，请工务局来做处理。那么另外市长嘛要求副市长呢已经交接过。府内这相关的局处吼，大家要安怎把这个工作做好？那这个问题嘛拢已经这个大家照这个各自的权责哈，大家似乎同心协力，希望能够把它做好。面对大火目前，议员李文俊嘛要求修法，将30栋以上的老旧大楼强制都市更新，强制高风险的大楼一定要辅导设立管委会。所以我是讲，恁建议看卖哪会当落强制都更，安尼要搁较好。哦，这点呢。就是李议员，准啊法律上会使。我知道。就伫咧中央魔法授权的范围内，那个强制，包括伊无设管理委员会，那么让对啊，强制叫人来设管理委员会啊。面对城中城火灾悲剧，即摆在议员拢出面反省检讨，希望将可能的威胁降到上低。台南新闻，军籍刘品言采访报道。